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就当防疫专案来继续延长坐高铁的开放和民众伫顶头食物件，另外 AZ 疫苗被告威胁，因为国外出现副作用，今日以及国内反弹过来观察。国军今下晡伫西南空域进行防空操演，结束了后，所有中国军机来扰乱台湾，国军随甲因驱离离开。讲到缅甸政变引起民众抗争，军政府表示讲，若准参与抗争者，可能会互因付出性命的代价。虽然讲今仔日国内无任何增加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不过外国疫情犹原是伫咧军架当中。疫情指挥中心伫今仔宣布讲，秋冬防疫专案后个月会继续来施行。不过坐高铁却是开放互民众会当伫顶头食物件。那讲到代替部分敢会开放咧，却是爱甲交通部来开会讨论。国内新冠肺炎连续2天连确诊，无新增加，境外移入也无本土个案，毋过考虑全球疫情犹原严重。疫情指挥中心宣布，秋冬专案继续，入境也是要有登机前3天内阴性检验报告，居家检疫1人1户，8大类公共场所依然爱挂喙罨。毋过国内疫情刚好为3月7日开始拍算开放高铁食物件，毋过代替部分爱去做确认。高铁上面基本上大概还是维持戴口罩，但是我们也开放可以饮食那没有吃的时候就尽量要把口罩戴起来另外，缅甸发生军事政变，华航救援班机礼拜日载82人，登台湾，其中36人因为被父提出阴性检验证明，落飞机了后自费采检。36位就是没有检验报告，所以在机场采检。那到目前为止是都没有发现有阳性的报告啦。台湾买德国 BNT 疫苗过程一直互人怀疑有内情。美丽岛电子部董事长吴祖嘉搁伫媒体指控，但是中共白查执迷指挥中心捌透过香港亚国新公司，也就是上海复星的分代理买疫苗。针对这代志，但是中提出公文正面回击。109年10月26号。我们有函复台湾雅各城公司有关于所提香港雅各城公司与复兴实业合作备忘录，不具法律拘束力，仅为意向书的性质，我们就函复他没有提出相关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个授权的文件，那我们也是暂停感谢他提供相关的资料，那我们就暂停的谈判。但市长强调，指挥中心甲德国 BNT 伫8月开过6摆的会，11月到12月之间有5摆电话会议，拢是直接甲厂商开的。除了疾管署的人，无其他的厂商参加。记者综合报道。有外国媒体报道讲 ，AZ 疫苗注了后会产生副作用，已经有一寡国家暂停注 AZ 疫苗啊。不过，咱台湾一直咧年看20万单 AZ 疫苗特别到位啊，敢会有人拒绝无爱注咧？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 ，AZ 疫苗副作用无特别明显，爱继续观察才是。台湾上个3月有希望出伫头一批20万剂牛津 AZ 疫苗，因为到欧洲出现自 AZ 疫苗了后发烧、头痛等副作用，部分国家已经暂缓注射，也传出国内医护恐惊有拒绝注 AZ。排伫注射第2顺位的地方首长敢是下底这引起关注。我们会尊重中央疫情统疫中心的这个考量。那至于说疫苗的安全性的问题，这个是需要中央来进行评估，也不是说我们要打就可以打。我们是地方首长，我们如果中央规定我们要先打，我们就先打，但是不是我们自己决定。对 AZ 疫苗的副作用疑虑，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当前数据显示并无特别悬。AZ 疫苗副作用还阁继续观察官方数据。另外，敢是比较日本和疫苗赔偿，但是中表示，今麦有预防注射受害救济相关办法，要通过专家实施认定。大概也是在10几% 到20出头这个范围之间所以并没有比这个 mRNA 的疫苗的副作用来得更多那其实当地也没有其他的疫苗可以来相做比较，所以目前我们还是会持续的观察这些媒体所报道出来的，以及他们官方的一些统计。诊所或者是医院一定要备这个肾上腺素，打针型的肾上腺素，很快的可以打1针下去。让这个整个血压可以马上回来。根据美国疾管署统计，自辉瑞疫苗了后发生过敏休克几率是流感疫苗的10倍。专家建议，未来注疫苗的时阵一定要落实注射的人留院观察30分钟，并且准备解药应变。记者综合报道。
昨昏伫咧台61线发生21台车撞做伙车祸，可能是大雾雾甚至是歹空气的影响。地司驾驶伫咧开车时阵，无法度甲这个车路看清楚，才会发生车祸。不过台61线总长有300多公里，敢若一台雾雾检测器。公路总局表示讲，会赶紧甲气象局来合作，增加雾雾检测器的数量。另外，发生车祸当中有一寡车又得爱负车祸责任，咱也赶紧做回来了解。 大车小车拢做伙，有一寡肇事车辆甚至已经扭曲变形，变成废铁，互人真惊吓。礼拜日，西滨快速公路发生严重连环车祸，造成2死8伤。技术都无加上埋害所在，也毋过，婚姻关警方初步调查。 会造成这么大的车祸，起因第一波追龙的车辆，明知影当时视线无好，却无将车辆甩开车道，并且事件加上后车也无保持安全距离，才会造成连环追龙。警方目前已经查扣7台，可能涉及调职，恐惊面临过失致死刑责。我们现在正在收集每一部肇事车辆的行车记录器，肇事责任还在厘清中。 行车记录器翕到迄天车祸现场，发现肇事路段规片茫，亲像看袂到5载，却无任何警示。规条台61线全线308公里，却只有一支浓雾侦测器，而且也搁伫苗栗段白沙墩。我们在这1、2个月内会跟气象局这边会来假定了几公里是比较会有浓雾发生，那在哪几个点设比较恰当？ 公路总局强调，因为西滨市局无通车，当时只有伫苗栗路段大雾较高，才会指示当地设置一支浓雾侦测器。讲短期内会争取预算，并且甲气象局合作规划新增设施。不过气象专家认为，浓雾侦测器无简单，不如架设 CCTV 及时影像监测浓雾来得较有效。 雾呢，其实要预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然后通常都是搭配的监测，例如说有行车记录器、有即时监控器的这个影像哦，才可以看得清楚。气象专家表示，国内针对大雾交通有无实在普济，尤其空污那严重，除了有雾，也有 PM2.5，霾害加上大雾，交通环境都无好，其中关于台湾西北部透早会发生，建议应该建立交通安全监测，才会当避免类似车祸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台中潭子昌平路3段有20多户居民，这60年来拢是使用高资水的。不过，对今年1月开始，高井的地下水说是大窟窟，井若准要接水到水来用，可能要开上100万。居民也希望讲市政府赶紧来甲因斗3工，解决因用水的问题。水井内底一滴水都无，这是6段以来第一摆。80多岁阿公表示，这井是因老爸迄一辈所挖的，活一世人也无拄过。 啊，洗身躯去朋友因兜，若有水去遐共洗。我10多岁，到即嘛有溜这口井，就到即嘛第一摆。台中市潭子区昌平路3段的东部社区有20多户居民生活用水全靠这个40公尺深的井。几年前线乡无水，居民生活真无方便。朋友紧急再来2栋的水，煮饭、洗身躯、冲便所，一堆水都袂当浪费。 厕所啊、洗煮菜啊，就是尽量有时候就是找比较简单的，不然就是买外面的。东部社区总干事指出，因为这所在离自来水主要水管是较远，部分土地有地无证据，确实要接水管要家己出钱，金额有上100万，居民根本是无法度负担。过去有合法的地下水井营抽。 不过，即马无水，居民真辛苦，希望台中市府应协助接自来水管。100多米可能要100万以上，也希望说市府这方面能够尽快以专案通过，让我们赶快有自来水用。不严管，就一户他会负担60万以下的那个评估效益比较高的民生需求，我们大概都会去做，只是看经费上限的问题。 台中市经发局指出，安内古井只要摕到水权证、抽地下水，拢无算违法。不过因为欠缺妥善的管理，再加上附近工厂真多，地下水恐惊已经污染，会安排勘查现场，考虑以专案的方式协助这20多户居民，早日脱离无水通用日子。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台北市的民生西路，竟然有人伫咧电话卡安电梯。经过了解，才知影讲这是40年的老厝，本地厝内面的电梯是伫遐。经过车路征收，即马变讲伫咧电话卡路。不过市政府也认定讲，伫咧电话卡是袂当安电梯的，伊也要求讲民众着爱赶紧拆掉。 那名女子掠好花手就电话，升降梯慢慢升悬，也毋过这时我着大车路的电话卡详细看，升降梯也有几个所在先出现避损，踩伫大车路显得真无下。啊，你坐偌久啊？48年。原来这部升降梯已经存在超过40年。 厝主太太讲，以前开店做生意，升降梯用来载货，后来道路拓宽，客家占地救水，才互本地伫厝内的升降梯走来外口。即马年纪大，一楼做互采管行，楼梯下升降梯正做主要出入的通道。只是监管处知影消息，认定违法要求拆除，互厝主太太无奈阁生气。看处理啦。因为法令是说，民国93年以前，你。 这个构造变更，那时候没有要求要办别人使用执照啦，所以它能够澄清这个时间时点的话，我们是可以不用处罚它。但是那个升降设备还是得拆掉。强调，伫电话卡设升降梯已经触发监管处要求限期拆除。土木工程师表示，自行随意设升降梯可能有安全顾虑。那今天完整的楼板突然被你挖了一个洞之后，这里可能力量传递有可能会破坏。 好，所以我们就要找专业的结构技师去评估，说，这个地方的楼板的受力，我安装电梯的话，好挖了一个洞，会不会影响到它的一个结构安全？土木技师指出，完整的楼板受到破坏，和减弱效果无法度完全传递，恐惊影响结构安全。另外，根据上北统计，敢若去年就有超过10件电梯无经过许可非法建立，也毋过这摆的情形却是头一摆拄到。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顶年12月，嫌犯吴富宏因为对政治不满，伊伫台南后壁国民党部抗炸弹，落尾警方甲人抓到了后，去用判刑，爱关9年6个月。毋过，伫今早起却传出讲，伊伫台南看守所自杀过身的消息。炸弹客吴富宏去年12月份，因为对政治不满，伫国民党台南后壁的党部，可人讲撒旦之母会爆炸的物件。 伫高雄去由警方逮捕了后，去年11月底一审判9年6个月。不过，今嘛却传出伊2日早起伫台南看守所死亡的消息。台南看守所在进行早点名的时候，那发现这个无姓被告并没有起床，那管理员就前往他的床铺查看了，就发现他用棉被把自己的头部跟身体都盖住哦。那后来才发现他在棉被里面就是有用绳索缠绕颈部。 迄年吴富宏伫台南藏会爆炸的物件了后，就走去高雄，去由警方掌到的时阵，还佫押请摕会爆炸的物件，而且甲警方规暝对徛要12点钟，态度是打真硬，互民众感觉真惊吓。即马所传出因那像是自杀的消息，检方2日早起公布初步相验的结果。初步相验结果是发现死者的颈部有锁钩，那鼻子有塞这个卫生纸。检察官就是为了厘清死因这一度争议就是。 有预知择日解剖，那并且保留那个设防的所有的监视器画面。台南看守所表示，吴富宏伫内底1年的表现真正常，家属嘛有接来甲看，雄雄死亡的消息，互人感觉真意外。咱若检方了监视的画面看，上尾一摆看到伊是伫20个暗时，并无发现有各样，现场嘛无到遗书，详细死亡的原因，还佫爱等检方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台南有一栋商业大楼，有伫咧风声讲，确诊病例捌来到遮行大过。指挥中心表示讲，确实有移工病例来遮行大过。经过台南市卫生局的调查，是公司要求移工爱伫咧自主健康管理期间参加公司的教育训练。卫生局也决定讲，要甲这头家来罚钱。 台南一栋大楼20日打公告，讲有一个菲律宾籍的新冠肺炎确诊者，19有伫这栋大楼出入，引起民众的惊吓。针对这点，疫情指挥中心2日证实，是按号943菲律宾籍的移工，伫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去有头家要求爱参加训练，因为安尼卫生局甲头家裁罚。你明明是知道他是自主健康管理者，你要请他回来。 这样交代说，我们用这样情形来开罚这个老板。那因为它会造成这些的一个很多跟其他人会接触的，还有风险，当然要消毒这些成本，所以我们就把它开以最高原则。案号943是菲律宾籍20多岁男性，今年2月初3来台湾做工课，有登记前3天来检验阴性的报告。
入境了后去防疫旅馆检疫，并无症状，10个检疫期满，公司要求爱去病院自费采检，刷落来应该爱自主健康管理7天，检验报告也未出来。19就叫头家要求爱训练，20采检报告出来是阳性确诊，因为安尼以传染病防治法，甲这个头家罚万5块。他并没有规范说他不能出去，好，所以说这政府的规范自己就不明确嘛。当然最好应该怎么做，至少是说他采检确定阴性再出来可以啦。因为从头到尾政府都没有规定说他自主健康管理期间不能去工作。会有一点吧？为什么？会有疑虑啊。台南市府指出，这栋大楼已经做消毒，民众唔免伤过头惊吓。台南卫生局强调讲，会甲中央研议，敢是要改做一案一法。向南指挥中心2日表示，按规定来讲，无希望自主健康管理者伫咧公共场所接触伤侪人。不过重点还是要甲喙暗挂好。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市有一位细路的华侨，去年对缅甸登来到台湾，说早加工肉品入品，去罚款20万。不过这条钱说是拢无纳。这刑事伫过年之前去因兜甲因拜访，说发现讲因的家庭环境根本就无法度还这条钱。执行官看到这个年纪仔伫要到啊，连倒佫包2000块的红包，甲因关怀一下。对啊，很不稳定嘛。执行署执行官上门拜访，因为这个人有20万的罚金过期无纳。本地拍算查封走散，却发现因的经济条件无好。老太太为了照顾3个囡仔，无能着找头路。伊讲，逐个月红西拢会为缅甸订来1-2万，扣掉厝水水电，存无偌济，才当勉强度日子。还是一样省着用，补助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我还是可以勉强给他，就是说给他3餐吃饱就好。知影一个人生活无好过，执行署当场无强制执行查封，也特别选伫过年前到场关怀送2000红包。只是想要到囡仔摕到红包了后，一句囡仔话却互因非常感慨。他的小孩子就7岁的小男生，在现场收到红包就很开心的说：“叔叔，你可以当我的爸爸吗？”当下其实我蛮不好意思的，他妈妈听了也不好意思。他在是很坦白说：“哎呦，怎么样，爸爸，你做我爸爸好吗？怎么样？”对，而且是很尴尬，但是没办法，因为小朋友就是天真哈。原来囡仔的爸爸是缅甸华侨，长时间伫缅甸工作，已经至少1年无还。用20万财发，就是因为罗先生去年为缅甸回台时，无说离早亲情好的梅干菜，定期前辈副检查来台通关，被查出内底有烟钱，违反非洲抵制的防疫规定，当场违法，甚至因为罚金一直无纳，等于被限制出境出海。也毋过执行署也强调，若讲伊真正无力还，考虑生活情形有必要会当改限，互伊会当到缅甸工作欠钱，袂强迫伊留台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高中以下延后4天开学的开学日，地方市长甲官员也拢去到校园内面视察，甚至有学校是改用视讯的方式举办开学典礼。入去学校，学生摕到一块真喜气的红色喙罨，入去教室进前，还佫要磅体温，甲防疫做好。全台湾各级学校原本定伫18开学，不过为着确保新冠肺炎的疫情，防疫的工课无问题，所以延到22开学。一样让他戴口罩，就叫他多洗手。儿童的口罩我们备量了12600个，然后成人的部分有7000个。酒精用量根据上学期我们统计，大概1学期会用到90公升。那我们现在的备量是180公升。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蔡炳坤，还有教育局长陈灿金，再去纪念国小视察防疫措施准备的情形，也佮甲学生做伙跳防疫舞，呼吁大家都要随时甲防疫做好。校园经过了2波的消毒，包括动线，包括这些如果说量体温的设施等等。高雄市长陈其迈再去三民高中视察校园防疫的工课，也佮甲学生做伙做酒精机器人。开学特别延后，那也最主要是着眼于之前。这个布桃事件，那也比较担心说会有一些群聚的一个现象，戴口罩啊，保持社交距离，那以及相关的这个量体温。学生用视讯的镜头，甲校长小酒问，花莲中关国小举办开学典礼，这学生毋是伫运动场集合，是用视讯的方式来减少群聚的风险。新学期开始，伫疫情还未完全撤落进前，各县市的学校都要真尽心。防疫应该有的硬体设备，也佮有宣导，全部拢爱做甲真周至，才会当确保校园环境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缅甸的政变风波和抗议是愈来愈严重，目前尚无有4个民众死亡。示威者日发起全国大罢工的抗议活动，却去互军政府警告，军政府也呛声讲抗争者恐惊会有性命危险。缅甸军方侧意发动政变，拘禁政府领袖昂山素季等人。过去3礼拜，到今已经造成4个民众死亡。各地示威抗议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日裔军政府搁一改加强施压，透过各营电视台警告，若是示威者伫日发动大规模的抗议，恐惊会有生命安全的问题。不过，就像外界推论的同款，缅甸的民众根本就无咧甲休，要是伫日即天发起222全国大型罢工示威的活动。要向1988年8888民主运动来致意，总共出现几千个游行的民众，街仔路是刻甲叉。这个民众对有印军政府领導人民昂来的相片的海報頂懸打過，來表達對伊的不滿。ကျွန်တော်တို့ပြည်တော်စုလွှတ်တော်ကိုစားပြုကော်မတီဖြစ်တဲ့ရွေးကောက်ခံ NLD အမတ်တွေနဲ့ဖွဲ့စည်းထားတဲ့ CRPH ကော်မတီကနေပြီးတော့ကျွန်တော်တို့လှုပ်ဆောင်စရာရှိတဲ့ကျွန်တော်တို့လွှတ်တော်လမ်းကြောင်းနဲ့တစ်စင်းချင်းစီသွားနေပါတယ်။သွားနေတဲ့လမ်းကြောင်းမှာကျွန်တော်တို့ဒီနေ့တက်ရောက်လာတဲ့တပိတ်မောက်ဆန္ဒပြတဲ့ဖွဲ့တွေအားလုံးကလက်တာပါဝင်နေဆိုတဲ့အကြောင်းကျွန်တော်ပြသနေခြင်းဖြစ်ပါတယ်ခင်ဗျ။首都奈比多的商店街是规个空空，因为民众嘛来响应罢工，抗拒军政府政變。ကျွန်တော်တို့ဒီနှစ်9လုံးပေါ့နော်အထွေထွေတပိတ်စစ်ကြောင်းပေါ့ပြည်လုံးကျွတ်တပိတ်လုံးမယ်လို့ဒါကြော်ညာဟိုလောက်ထားတာလေဘုံလုံးကလောက်ထားတဲ့ကတော့ဒါကိုနိုင်ငံသားတောက်နေပါဝင်သိနေပေါ့နော်ပါလဲပါဝင်ရမယ်ဆိုတဲ့စိတ်နဲ့ပါဒါကြောင့်မလို့ဒီနေ့လှုပ်ပိတ်ပြီးတော့အခုတပိတ်မှာပါဝင်ဖြစ်တာပါ到伫全国大型罢工的前一天，缅甸首都奈比多几百个民众参加一个小路苗队对开的丧礼，表达对伊的哀悼甲唔甘。苗队对开因为参加反军政府政变示威，头壳去互枪支弹着，伫19过身，互民众对军方是更加生氣。ယူဆိုင်ကြပါလို့အကောင်တွေကသူတို့ကလက်နဲ့အားကိုပြီးတော့ပြစ်ရှင်တိုင်းပြစ်နေကြတာဆိုတော့ဟောဒါယူဆိုင်ပြီးတော့နေကြပါလို့လုပ်ကြပါလို့ပြောချင်ပါတယ်。第一大聲用講，日伊嘛有民眾舉辦活動。少年前一天伫瓦城示威，煞去軍警實彈射擊死亡一個18歲甲一個36歲的男性。嘛有幾百個人去美國駐緬甸大使館頭前舉辦祈禱的活動，悼念因為示威失去性命的同胞。緬甸軍政府政變了後，佫甲示威者開槍，引起國際的關注。美國甲歐盟抑佫有聯合國攏表達譴責。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是發推特表示，對緬甸人民使用暴力的人，美國會持續採取堅定的行動。布林肯嘛強調講，會甲緬甸的人民徛做伙。公司新聞林浩如編譯。那緬甸的抗爭，即馬伫西班牙要真濟民眾行向街頭，因唔那邊聲援紅掠起來 rap 歌手，也要抗議政府限制言論自由，落尾也和警方發生衝突。不過，規個示威活動也已經走正啊，是因為有人趁機會去甲店家搶劫。示威現象當即講起大型的物件向警方搶去，佮大力彈出。這幾天西班牙幾座城市的警察佇街路執勤，一直轟彈各種物品。這名警員佇當時的攙扶之下退後幾步，因為伊被帶到轉來物件拍到卡。Perquè penso que vivim en un estat repressor i que és un estat policial i vinc a reivindicar que la gent es pugui exercir el seu dret a la llibertat d'expressió i per reivindicar drets civils i polítics。示威民眾為了聲援饒舌歌手哈塞爾，連續5暝上街抗議，500人被掠。不過示威開始變調，警方也被指控暴力執法。暗時啊，一掛人攏佇店家直接將商品提走。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報道指出，已經有人發現抗議動機已經變調，部分所謂示威者利用混亂的場面趁機會搶劫。另外有一名看到的人對記者表示，警察對示威者用棍仔來對待。這名非禮人被去年槍支拍到上目睭。今年32歲的哈塞爾昨日獲警方逮捕入獄，刑期9個月。伊捌寫歌侮辱王室、侮辱恐怖主義。強調，這關攏是屬於言論自由，引起社會關注。一名街路藝術家表會聲援。Tota aquesta acció és per una reivindicació que va més enllà del meu mural i la meva obra. Una reivindicació que va sobre la llei Mordassa, sobre totes les accions que s'estan fent en aquest país. 西班牙總理桑切斯頂禮拜譴責哪來哪暴力的街路示威行動，也答應會放寬甲改善言論自由。目前已經有超過10萬人佇國際特赦組織聯署，希望將侮辱王室罪為刑法中刪除。公視新聞黃雲玲編譯。
旧历过年了后，香港的疫情又再压起来了，日日增加16人确诊，其中有13站是本土病例，也有9个人的感染源是到今找无到。原来讲到头一批100万吨的中国科兴武汉肺炎疫苗，迟迟已经到香港啊。为着要增加民众的信心，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仔日是主大胜。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特别穿顶位衫，自香港第一支完成注射了后，接过注射卡，休困大约半点钟。这是日头一批运到香港100支中国科兴新冠疫苗。为了增强香港市民信心，林郑月娥带领港府官员甲立法会议员注射。你看，我现在已经站了超过半个小时，不停的大问题，就应该感觉到我的感觉是很好的，完全没有什么的这个不良的效果啊，所以我也呼吁鼓励香港市民就尽快按照我们的这个要求来接种。科兴疫苗需要做2剂，过28天，林郑月娥讲，疫苗为今年的抗疫工作带来希望，宣布疫苗注射计划正式启动，更加呼吁香港人积极参与在网上登记预约。香港疫情在过年了后出现反复趋势，日新增16件确诊，13件本土病例，其中4人源头不明。中国自去年12月启动国产疫苗注射到今，已经2个月过，疫情一度又警报的北京大兴区，更加在2月展开大规模注射。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完成了45万针剂的这个接种的任务。重点的就是向社会提供这个公众服务的一些基本运营服务的这些人员。中国国家药监局表示，应急批准16个新冠病毒疫苗临床试验。各国向中国采购国产疫苗数量继续增加，也予中国预计生产的新冠疫苗将超过10亿剂。中国疫苗大内宣却予中国民间机构安邦地区认为有低估疫苗战争的风险。中国伫满足全国疫苗需求甲疫苗有效性上有有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强烈冷气团顶礼拜伫德州造成严重的灾情，致使民众无水无电通好用。虽然经过抢修渐渐恢复稳定啊，却是有民众收到纳电钱的通知的时阵，竟然讲爱纳新台票60万。当地政府认为讲安尼是无合理的，也强调讲会替灾民主持公道。德州总算结束连续几啊天的低温甲大雪，还有大范围的停电。不过，即马需要来处理的是暴雪了后的损害。休斯顿这间徛家天棚破坑漏水，家具规个起了了。附近家家户户大部分拢有因为寒流致使厝歹去，或者是水管憋气的灾情。做水电的是无用气器，维修需要的管线甲相关的材料拢真欠缺。还有1400万人无水通用，市区发食室，还有底水的所在，要是排队排到落长。基础设施当地的修理。休斯顿、加尔维斯顿等等的大城市，日一解除水就爱煮好滚才会当啉的警告。发电的设备嘛已经正常伫放。日的时阵，敢若剩3万户电还未来，按算1-2天内就会当处理好势。未少因为停电关系失去受到影响的民众，有的收到电钱的销单，竟然都爱纳台票差不多几万至几十万的计数，或者的民众是害惨，引起未少批评。州长艾波特甲州议会召开紧急会议，强调会替灾民。甲电力公司协调处理。The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 is issuing a moratorium on customer disconnections for non-payment, and they are also going to restrict electric providers from sending customers the skyrocketing invoices at this time. 德州的电网是独立的，电力市场管制是真灵，消费者会当为侪侪供应商家己做选择。虽然企业大部分是选用固定的费率，不过未少家庭是选择浮动的费率，也就是尖峰的时期较贵。离峰的时期较俗，地处真罕见的寒流来的时阵，电钱会起甲真惊人。有人5天的电钱都要台票10几万。休斯顿市长透纳讲，早就警告过，独立电网是真好应付极端的天气。这个灾害无应该全部由民众来负担。沃斯堡市长嘛表示，德州甲联邦政府应该协助处理电钱的问题。德州检察长派克斯顿目前已经甲电力公司提出民事调查的要求。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而今仔早起，总统蔡英文伫总统府接见去年中华职棒的总冠军统一赛。中华职棒大联盟的会长蔡其昌也讲，副总统赖清德也是统一赛球迷。不过副总统早起因为脚扭着，所以无法度来。比赛结
用感觉式的彩带来庆祝。中华职棒统一赛去年摕到因迄队历史上第10个总冠军，球迷印象也阁真深。22早起，统一赛的成员去总统府会见总统蔡英文，甲接受表扬。这已经是统一 7-11 是第10个总冠军了。作为职棒的元老球队，我们狮队不但拿过很多的冠军，也为台湾棒球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重要的人才。从开季的我们的首胜到最后我们在台湾大赛的冠军，相信大家看到我们这支球队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这个力量来自于我们的团队，我们团队不放弃的精神。统一赛集团董事长涂中正，一个一个小盖球队的成员，真侪球员头一届入去总统府，心情是真欢喜。中华职棒大联盟的会长蔡其昌笑讲，统一赛上大的球迷副总统赖清德，因为甲球员同款伤过欢喜，结果透早脚就去闹着，无法度来。伊嘛趁这个机会，搁一摆呼吁，希望赶紧修正运动产业发展条例，增订第26条之2，提高企业捐款抵税比例。这个修法的通过，会让不止棒球，是让台湾的体育界得到更多的养分，得到更多的资源。统一赛是在美国投完了后，第2个去总统府接受表扬的中华职棒球队。涂中正代表球队送蔡英文专属的手套，也有1号的球衫。球队的吉祥物莱恩是送有的蔡英文字画上的野球。蔡英文嘛感谢去年的防疫团队，和台湾加做世界头一个比赛的职棒联名。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24要举办关境台湾2030论坛，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甲民众党主席郭文德会做伙出席，谈论到居住正义薪水上过社会议题。不过，这敢是要讲合作的？目前双方也拢强调讲，只是议题合作而已。不过，国民党市议员游淑慧说是批评讲，找郭文德来分享，根本就是请鬼提药单。江启臣找你要参加论坛，对不对？针对要参加国民党的论坛，台北市长郭文德无加做回应。不过，这场要伫2月24举办的远景台湾2030论坛，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要甲民众党主席郭文德共同探讨居住正义、甲薪水低等等的社会议题，引起外界猜想，南北是不是要合作啊？包含了低薪、还有高房价，甚至是居住正义、世代正义这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认为这不只是在野党需要面对的问题，其实执政党也应该大家一起坐下来共同讨论关系。就单纯是议题上面的交流，关于选举的部分，这一次谈不上是政党的合作。台北市府指出，无论党派，只要是对的方向，拢袂排除合作。国民党是认为袂当算是政党的合作。不过论坛的主题是活袂起的未来。国民党找已经做6任市长的郭文德做伙来探讨，敢讲是肯定伊的市政表现。南亚来波是有无共款的意见？台北市现在就是最有居住争议跟分配争议的城市，那找他来分享失败的经验，我觉得这个对客人来说似乎怪怪的哈，有一点请鬼抓药单的感觉。为人口外流到居住正义，佮再加上对正霸政治派的态度，国民党市议员游淑慧对郭文德有真侪疑问。不过拄恢复国民党这个赵少康是认为在野党合作真正常。你在野党本来就力量弱了，尤其民进党这么强势，一党独大一党独霸，你在野党在很多地方合作是可以的哈。这场论坛，国民党唔但邀请民众党，嘛有邀请时代力量，不过时代力量拒绝，引起外界猜想南北要合作。民众党表示，袂因为这款的解读就来自我制限，会更较积极伫无共款的议题顶面，走出志向相歪的谈判。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是真拍拼对台湾要做统战，国安单位的调查也发现讲，中国利用金钱甲物资，透过两岸文化活动的交流，对这个原住民来进行统战。也有原住民的立委认为讲，政府就要注意，也要提出对策。中国积极对台湾做统战，也侵袭原住民族。根据国安单位调查，中共以金元不主关情做操作，将原乡的特定团体吸收沦为中共代理人，甚至以文化交流或者是提供原民学生保障名额去中国读册，来吸原民青年统战渗透。事实上，很多原住民部落的一些经济上的。或者是建设上面的支持，很多都透过所谓的各式各样的原住民协会，借由中国的资金来建设当地的原乡。学者分析，中国这20年积极经营台湾原住民，立委吴立华是指出，中共捌透过一寡单位、官社户
两岸一家亲的标记的巴士和原乡，过去伫北方风灾过后，也透过政治进步发钱金援原住民，态度是正积极。原乡地方公务员、原民意见领袖也去过中国，正普遍呼吁管单位应该注意原乡的车挂规矩。公职人员、民意代表，或者是这些退职的军警等等，确实是有非常普遍前往中国大陆。国安当局应该是要好好的去彻查，让这样的一个资讯更公开透明。这个是完全是促进。那你把所有的交流都讲成是统战，讲成是渗透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太夸张了。国民党立委邱文杰是表示，两岸原民交流，从总统马英九时代都已经正普遍，因为文化交流不应该当作是统战渗透，也不应该透过过度解读双方的友好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人口开始负成长，而且也走向超高龄社会，一寡较侪会人敢法度重新登记职业场所咧。劳动力发展署公告一份，若准请64岁、65岁含退休的高龄者，企业会当有各类项的补助计划，上悬会当补助50万。特别进入超高龄社会，台湾同时也要面对人口负成长所可能致出劳动力减少问题。劳动部去年11月推出中高龄者甲高龄者就业促进法了后，佮公告请64、65甲退休高龄者的补助计划。公司如果继续雇用满65岁的劳工，劳动部会做一些相关的补助。在继续雇用的那个部分呢，原来我们是希望今年至少可以有100家的企业，64岁的劳工要迈入65岁退休的时候，我们会有补助他们做一些再就业辅导或职业训练。连续请65岁劳工30%人数，而且满6个月以上，这段期间薪水个无比原来薪水较低。前半年每个月补助13000，第7甲第18个月补助15000。举例来讲，一间公司今年3名员工满65岁，公司决定留用一个人，这个员工也当期延后退休，公司就符合留用比例，应提出申请。要退休的64岁员工，确属企业指派受训，或者是办理这个发展者退休佮就业的准备相关措施，两个计划合并相关补助50万。头家请已经退休65岁以上员工来做经验传承，为随头家每年相关应补助50万。原来就是薪水如果回聘会打折，回聘的薪资不能够减少的情况下，那你当然多了这平均1个月大概4万块补助，雇主也每个月多了这4万块补助，他当然乐意就是继续把这些65岁以上的这个员工继续回聘找回来啦。我相信补助可能有一部分有办法让雇主有这个意愿来雇佣中高龄他们的就业的形态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跟开发，这部分都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要一并携手合作的劳团指出，除了补助以外，还佫考虑这类的就业者大部分倾向伫厝附近的社区就业，所以各地方政府也要配合办理相关的服务据点，才能互更较侪中高龄人才愿意投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国际劳工协会伫今日召开记者会，讲因伫过去1年内捌接到3个案件，拢是中人也是头家失觉差，害外籍移工的居留过期，必须爱互遣返登记，等于是无做唔到代志，说是受人处罚。错不在我，错不在我，却受罚，却受罚，工作拘留，工作拘留，全泡汤，全泡汤。台湾国际劳工协会体活今日伫移民署头前开记者会，讲因伫过去1冬内陆续接到3位外籍移工来投，讲因为中人也是雇主的疏失，害因居留证件过期。体活向移民署陈情，移民署讲，按照规定，移工居留过期以后30天内，是会使伫纳付款了后重新申请居留。不过体活是讲，移工证件甲文件拢放伫中人甲雇主遐，而且若要伫平常日出外办代志，移工就要请假，对因来讲是较困难的。过去1年接获3起因为雇主或是因为仲介的疏失，导致移工的居留逾期的个案，在他们转换雇主的时候，就会把他们的护照跟居留证就交给仲介，或是交给雇主去办理居留证。然后这些移工在过程中也不断的催促仲介或是雇主
提醒他们要去办居留证。现场嘛有立委指出，移民署应该大先有调查的定数，才会使做处分，袂使无分无会就甲移工遣返。行政程序的规定就是要有一个调查的程序，你应该去调查，你连看到他都没有，你就已经把他赶回去了。虽然讲政府早就有针对外国专业人才安排到场一摆就通完成所有证件审查甲发放的就业金卡服务，但是服务的对象并无包括做工的外籍移工。有立委认为，这种差别待遇嘛需要检讨。我们比较专业的白领专业人才来台，政府是用所有整合在一起的系统，跨部会的一柜式的申请，来对比我们的蓝领移工，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应该得差足多。不过移民署回应，疫情期间重新办理居留的期限已经放领到居留过期后90天以内，但是今日劳工团体讲到的这3个移工是已经过期300多日，要是需要按照法律来办理。但是针对现场立委讲到的建议，会搁甲劳动部参详讨论。记者郭碧君、张玉水台北报道。伫咧台中外埔的石头公园，过去是真出名的游乐园，旁园真侪当了后来转型做生态农场。即马为着要吸引要结婚的人来遮翕结婚相，园区甲大甲高中做伙合作，互学生囡仔伫休馆时阵来帮公园设计一寡会当翕相的背景。新甲土地互平，佮用花草拓印，落尾灌石膏，做出特别的石膏版画。制作过程中，大甲高中美工科的学生是真认真，要利用休馆对校长总监学习美工实作的技巧。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因为学校教的基本上都是只有理论而已，就是比较少会有让我们有实作机会。然后就是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用废材，然后下去做。然后像我们那个砖墙都是自己画的。比较困难的话，应该是补土吧，就是它补土是要补一个厚度，才会有那个深浅，就是砖块的深浅。就是你上完阴影之后，再上颜色，你就会看到，就是它砖块就会样子慢慢的浮现出来。过去石头公园是真出名的游乐园，后来趴园，即马除了保留60年代游乐设施，也结合园区户外生态池、落雨场等等的景色，发展休闲农场。为着吸引更较侪人来遮翕相摄影，地主叶石头先生佮找大甲高中美工科的校友苏景霄来做设计总监，要甲室内空间重新改造，互要结婚的新人通来翕相。不是说只有读书啦，或者是说在学校的小小空间里面，让学生知道说现在社会或者是一些时尚流行的东西。利用5天的实习机会，互学生了解安怎利用废材做装置艺术，打造各种互新人翕相的背景甲装塔。珍贵的实作经验，毋但会当精进美工能力，因也同齐投入园区活化，为地方创造新商机。这拢是伫课本学袂到的课程。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国姓乡有一间国小，前一阵为着要庆祝学校51周年，专工安排热气球的体验，也顺续用趣味的方式教学生囡仔热气球的原理。大人囡仔做伙咧跳舞，画面看起来真古锥。那一项表演，阁有社区妈妈的舞团，甲学生囡仔组成的非洲国乐团，拢带来精彩表演。这款闹热滚滚的演出，拢是咧庆祝南投县国姓乡中和国小51周年校庆。除了这挂歌舞表演以外，中和国小阁安排一项特别阁有教育意义的活动——热气球的教学体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热气球，然后在这之前我就知道它的原理。今天是第一次看到它到底是怎么飞上去的。在书本上看到，所以它真正的升空的原理，包含它的藤篮、球皮。以及它的主要燃料为瓦斯，它的升空的原理最主要是以热浮力升空。有不少家长甲囡仔拢是头一遍看到现场的热气球升空，感觉是真新鲜。会安排这场活动，是因为中和国小今年1月申请要做实验小学，期待透过热气球这款趣味，阁有教人讲解原理的教育活动，互审核会当顺利通过。其实我们彰化国小现在正面临一个转型的关卡，那所以今天校庆升上去的
气球上面挂的红布条呢，写着长福国小梦想起飞，代表着我们长福国小的梦想正一步一步的向前迈进。我原来伫遮出世一家读册，较早甲即马完全无同，啊，互这个中华国小感觉吼，愈来愈好。其实中华国小的学生敢若27个，但是这场校庆活动所有百多外人来参加，会当看到学校甲社区的感情是互动甲真密。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台湾的农产品是真出名，毋过是无行袂出名，赶紧传改变，变出一个顶真的好名声。伫嘉义梅山乡的农会最近摕到嘉义县头一张全球农好农业规范产品的国际验证，这代表讲这的工作环境是真好，而且会当摕到这张牌，毋若看到因的工作材料，也要看讲因对待员工敢有优先，甚至敢有符合国际外销的水准。接过证书，嘉义县农渔产品的业者，透过县政府的补助甲辅导，正式摕到国际认证，嘛代表嘉义县的农渔产品会当有机会外销。嘉义县目前大概累积到现在，大概有7家业者经过这个认证，因为透过整个一个验证，我们的产品才能够在国际上行销。嘉义县是农业县市，为着要替农渔产业的产品变外销，传统的生产观念需要改变。在地业者透过验证的申请，唔但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嘛替家己增加优势。现在各国食安法令日趋严苛，所以我们必须用国际的验证来与对方的国家做一个认证。达到这一些目标，表示什么？台湾的养殖业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那这些东西，你就可以拿去跟国外的其他竞争对手去比。所以，对于国际外销，其实是一个入门票。除了一般业者的申请，嘉义县阿里山地区的梅山乡农会嘛成功申请全球良好农业规范的验证，包括地农满地时间、设备操作的安全、运送人员、产品的交通条件，拢符合国际标准。除了会当提升地农的工作条件甲环境，嘛后者的地增加中国以外外销通路。GrowCap 它是比较偏向友善我们的工作职场方面的一些管理，那对这一些我们的所有从业人员来讲，它是比较友善的。县政府表示，传统农业要爱转型，才会当保障农渔民的生活。外销国外农产品拢需要各种验证，这是一种基本的要求。目前因为疫情的关系，一寡验证人员无法度入境台湾，县政府会利用这段时间继续合作有需要的产业，增加农产品外销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人讲接做手袂钝，也若无去就爱接讲，才会当保存。有袂少无去家庭想要替囡仔找全台语的活动，说是真好找。本身就真爱爬山，嘛是生态摄影师的周俊廷，3年前就创一个生态行大团，招大人囡仔做伙爬山，有的人一家日就掉咧。大家拢也希望讲广播剧就亲像接近大自然，遐尼爱自然。恁知影这啥无，小朋友？这啥物？蝶啊！恁敢有算过蝶仔的叶啊？敢会晓？到人要试看卖？囡仔用竹叶啊分鼻啊，有人是分甲脆皮碰细细，又分无落里来。有囡仔是捡打起的竹仔壳，要来看小鬼仔壳安怎做。啊，你会当甲迄头前画你介意的图。特别爬来到山顶的时，大家是阁发现真深色的食物。你看没？草草。胖胖，有人叫这叫做七里香。这个是七里香哦。大里香、千里香，拢是伊。今年37岁的周俊廷，因为细汉就伫咧草地大汉，希望讲囡仔会当透过行踏感受四季无同的变化。3年前，伊就创这个行踏团，望生态甲武艺会当自然结合。有爸爸妈妈是生甲第2梯啊，过来爬。阮这个囡仔今年4岁啊。因2岁半的时候，阮就来啊。要找台语的活动无济啊，所以网络顶头一看到啊，就先参加再搁讲啊。讲坦白的，就是要做啥物代志，拢按囡仔开始上介紧，上介有效率。因为因就像一块海绵共款，就像咱细汉咱伫咧外口学白耍，看到啥就拢会记。来到山顶，大人囡仔拢互大轮山的水吸引。阿婷也招东北季风，甲大家拗纸做风吹，囡仔是拢酸甲欢喜甲。学着要安怎做风吹，啊，搁看到做侪无共款趣味的物件。
因为介意行大也爱台语，所以组织做伙生态行大团的带路堂，就准定野望囡仔讲母语会当像爬山同款自然。家长也望囡仔大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拢会记得伫咧山内学到的知识，袂输高山遐尼坚定。记者阿敏珍、小慧玲台北报道。伫咧塞浦路斯有一个咸水湖，逐年冬季拢会出现上万只火鹤伫遮过冬。不过，对去年开始，当地的动保团体就发现讲，附近的帕拉区有一寡盐做庆子，遮火鹤拢会无细粒食到，致使因盐中毒死亡。一大阵的火鹤头日日找物件食，塞浦路斯的纳纳卡盐湖每年冬天拢有15000只火鹤来渡冬休困。不过，即马当地开放少数帕拉所在有帕拉人留落来含盐的庆子，煞可能互火鹤误食，危害生命。Που δυστυχώς δείχνουν ότι είναι πάρα πολύ ψηλά τα επίπεδα μόλιβδου στη συγκεκριμένη λίμνη. Η πηγή φαίνεται ότι είναι από σκάγια από το κυνήγι, επειδή είναι η μόνη περιοχή στις αλικές της Λάρνακας που επιτρέπεται δίπλα της, όχι μέσα στη λίμνη, αλλά πολύ κοντά. 当局调查，这火鹤食物件时阵会食细粒喙椒帮助消化，不过因为无法度分辨喙椒甲庆子，将庆子食入腹肚，也造成1年前至少有96只火鹤集体严重度死亡原因。另外，鸟类保护组织也发现，帕拉人除了下山政府允准帕拉的鸟类，也有其他鸟类也互因杀害。2万国家应立法禁止帕拉，不过也引起另外一派帕拉野生动物保护联盟反对，因为应该按庆子的材质对待。 Το θέμα δεν είναι να απαγορευτεί το κυνήγι, το θέμα είναι όπως και στις άλλες ευρωπαϊκές χώρες και στο παγκόσμιο να απαγορευτεί η χρήση μολύβδου που απαγορεύεται στην Κύπρο, η χρήση μολύβδου κοντά στις αλικές, αλλά να εμπεδοθεί στον κόσμο ότι απαγορεύεται η χρήση μολύβδου σε όλους τους υγροβιότοπους και επιτρέπεται μόνο για μετά τις αλένια σκάι. 东莞局局长表示，更侪庆子无毒性未造成火鹤中毒。这2年来一直禁止伫湿地帕拉使用盐制庆子，后边相关禁令也伫顶个月正式生效。另外，除了使用更侪庆子，东莞局也会确定湖底的盐含量了后做清理工程，佮采取其他措施，避免火鹤中毒的代志佮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 北部地区对12度到26度，中部地区对14度到28度，南部地区对16度到28度，东部地区对16度到24度。 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3度，也个未来3港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Thank you.